安怎好？你看捧场的乡亲是大，有足济无？有。来，甲伊感谢一下。啊，感谢你的歌声，互恁趁钱对台湾头摆去到北京。来，即马老师来用着什么调？状元老调。对，来唱出咱的教材，对不对？对。听了。 大江海配可所在，安庆好有人在，老师学生当起来，无义讲甲真厉害，有啥故事当时行？为何将军名声传？英勇事迹何老台湾，大爱精神做教材。单口相声浪翠花，古城安南防空城，文化高度在你行，招恁世界行脚花，东山二地食西瓜。坐船来去看老飞，看伊老飞夜夜飞，在江小船弄蹦空，四色大面看的红。蒜头、樟头、红珠庄，下过白粽好前方，散步来去爬岩山，看伊岩山爬长长。海尾文化真过红，大庙音乐出高人，日本技术长流传，唯有大老台湾啊，老台湾。一五二六三万甲。 大江传奇，深度有变化，望咱用心追杀来细看，上水的本土文化，家乡国际化。各位现场的嘉宾，先拜大家好，爱恁身体勇健无烦恼，命声好，同人拢学乐。我就是顶江有名声，下江免谈听。 爱讲台语的安庆囡仔兄无因，真欢喜来到这绍介阮大江海岛好风情，互咱会把阮台湾本土的课程。讲到底是有偌精彩呢？即马就邀请阮安庆卫生广告伊即帮的两蕊花，虽望因乡人已经毕业读高中啊，毋过今日受到母校指调。 各吹歌来为大家服务，现此时就邀请大家举起恁的双手，拍扑克来甲因欢迎。